今次首新歌叫左手拖右手啦，咁今年想做一啲比較貼合而家嘅潮流嘅嘢啦，大家會比較容易可以輕鬆去聽嘅一種曲風，咁所以自己都想嘗試下呢種風格，咁同埋都好耐冇出一啲比較係 sweet 嘅歌啊，所以就覺得不如今次就試下呢種風格啦。因為 demo 本身都有一個個詞已經有一個拖手呢個元素，咁所以就順理成章就用咗呢個方向咯，就講一個人為咗對方去變好嘅一個故事，咁就覺得都好浪漫好 sweet 咁樣。然後今次 MV 都係一個 coincidence 咯，我認為一直以嚟 MV 都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去演繹嘛，咁但係我都有諗會唔會試下轉啲新方向呢？有一日就車阿妹嘅時候，就突然間就不如揾阿妹做咯咁樣。如果一個故事係一個女仔去為咗一個男仔去變好，都幾得意喎，即係唔一定從男仔嘅角度。就即刻諗，如果阿妹咁可以講一個中學生係一個中意一個師兄，然後為佢努力變好，去爭取注意，即係個故仔突然間就諗到出嚟啦。咁所以就阿妹有乜興趣做？咁阿妹當初佢都好多擔心啊，或者咩好多驚啊咁樣。咁但係我就一路鼓勵佢啦，就試下啦，玩下啦，我覺得好玩嘅喎。阿妹有個要求就係話佢唔希望我出得咁少，咁所以我先再轉個 story，先再即刻諗咁點樣？如果加埋我可以點樣玩咧？就先突然間忽發奇想，就不如我同阿妹一齊爭咯，即係好黐線嘅 idea。咁開始去實行呢件事，開始諗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樣。同時亦都揾咗 Gordon 啦，因為我想揾一啲比較新嘅面孔嘅男仔啦，咁所以就同埋有夾到阿妹嘅，係啊，咁我突然間諗sport 喎，正喎，後生靚仔。即係作為咗，如果要做一個中學嘅師兄，我覺得哥頓嘅感覺係幾好，同埋同阿妹都幾夾。咁今次絕對要多謝哥頓啦，因為今次真係同佢做咗個好大嘅整蠱啦。咁詳情係咩就遲啲我會喺 YouTube 度俾大家睇到。咁就呢個整蠱都真係幾癲嘅，咁所以都要同佢講聲對唔住。但係今次整蠱入面都見到呢個男仔係好可愛啦，好簡單啦。我覺得佢有種親和力，同埋佢對工作十分之認真。咁今次呢個我係演一個女仔嘅呢個，真係第一次，因為大家一直都話我同阿妹好似樣嘛，咁就突然間諗，喂，如果我真係扮女仔同一個好似樣嘅人，然後去爭哥頓呢件事都好黐線，好好笑，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咁黐線嘅 MV，唯一一次同埋好特別嘅一次啊，即係我都好難再有咁嘅機會。阿妹嘅表現我就覺得十分之滿意嘅，即係我本身都覺得佢完全會做到啊，咁但係絕對係200分嘅表現，因為事後諗翻先覺得其實真係好犀利，因為佢真係冇表演過，冇做過戲，冇試過喺鏡頭面前咁樣去演戲啦。佢嗰個表現係十分之專業，而且好多時候叫佢做啲咩表情，做啲咩嘅 action，佢都即刻做到。咁所以作為導演係呢個演員係200分啊，所以超級犀利，超誇張。咁今次都係一個好認真嘅一次嘅製作啦，因為之前我都真係諗好晒每一個 shot 要點樣拍，然後現場亦都即刻去調整。我覺得今次相比上一次都係更加成熟嘅，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清楚發生緊咩事。咁亦都要多謝個團隊啦，大家都幫我好多手去實行我想實行嘅畫面，所以今次其實對我嚟講係都實行咗基本上100%添㗎啦，我覺得係，咁所以都十分之有滿足感。